各位兄弟，大家午早，大家平安。感谢大家做伙来参加今日早起共读圣经。今日早起，咱要来请庐山长老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堂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一早你又过来引领阮的心，愿来调记你，愿来跟对你。一早阮也要照着主你所对阮的听，愿回应你，就是阮要用读经祈祷来跟对你。主，愿你的心，愿你的心意，就透过今日阮的读经甲祈祷，阮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天明，互阮照着主你的教示，照着主你对阮的帮赞，互阮伫阮的过来，阮今日的一天，也是阮未来的每一个时阵，阮拢通成做一个荣光的上帝，利益人，利益的人的你的囝儿，阮将下面的时间完全恭敬来回应互你，阮安尼祈祷，小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多谢，煞遮咱要来读今日圣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要对第1节来读到第8节，要来请中义长老带咱大家来读。好，咱来读第4章第1节，伫上帝甲要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我心中宽恕你，着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拢着坚持去传，着用上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督责、鼓励，因为时机咧要到，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耳孔毋听真理，反倒趁家己的私欲，耳孔像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下意听无影者的传说，总是你凡事着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者的工作，尽力做上帝找用的本分。当我牺牲家己献互上帝的时到啦，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义的花冠，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毋若互我，嘛要互拢总心无伊显现的人。以上。好，感谢咱提摩太后书到明仔早起，咱就拢总读完。伫后日6月18号的即个早时。咱要继续来读即个希伯来书，总是而且也要做一个提醒，就是咱的希伯来书是要伫即个早时的6点半就来开始啊，所以时间会较早半点钟，嘛欢迎大家当做伙来参与，而且包括会前咱的诗歌甲开始的祈祷，也是读圣经的服侍，嘛邀请兄弟姊妹当来听来参与来登记。提摩太后书拢总4章。伫这4章的中间，咱当看到第1章讲到真理的确立，第2章讲到真理的实践，第3章讲到真理的迫害，到第4章真理的传讲，是保罗的主题，分别伫爱提摩太爱有根基，爱忠心，爱知影安怎面对这求仇，安怎样无惊吓，所以这是保罗伫罗马的家甲中间来写，伫主后67年的秋天的时阵。伊有拢总有7个特点，头一个是保罗的为书，第2个特点是教无培训中间上有认真味，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的中间就讲到23个人的名，大部分拢伫名在最后一段，咱能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甲因所为虾米保罗会讲起着因，然后有一首保罗得胜的凯歌，这首歌是今日读的第7节到第8节。迄个好征战，我已经战了；着走的路战，我已经走了；所守的道理，我已经守掉。对咱也有公义的法官为我来存留啊！这个法官毋是只有互耶稣互保罗，嘛互所有信神耶稣基督国内显现的人，拢要得到这个法官啊！所以这是一个真大应允。
第四个特点就是会中有讲到做一个传教者应该爱有条件，第1章第7节就爱有公共仁爱谨慎的心。第二个是1章13节，就爱坚守迄个纯正的话语的规范。第3个是第2章，爱受苦，亲像耶稣基督的精兵。第4个爱照上帝的正道来解说真理的道啊，将上帝话爱唔通无头无尾断章取义爱完整。第5个嘛是第2章，爱做主耶稣因的器具是清气自洁的器具。第6个爱有温柔谦卑忍耐的心来苛刻大人，特别是犯罪人。第7个是今日第4章所读的，伫凡事就爱谨慎忍受这的苦难，就是爱用好来行过这的歹第5个特点就是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代志，有讲到18种，若是19种，就是这头前人要敢顾家己然后贪爱钱财、自夸、骄傲，到后壁这个狂妄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这个人保罗讲就是只有敬虔的外貌，无敬虔的实质无实际所以这拢是虚假，拢是爱闪避的。第6个特点对吧？讲到这异端，就是异教、传异教的人的名科米赖甲腓利多，因是讲国外代志已经过去，因亲像自由主义、诺斯底主义亚尼甲杨比这是伫出埃及记反对阿伦甲摩西这个法老的边仔的这个术士因是异端的代表，因来将这个无知的人来甲因甲因绑起来，安尼牢笼第3个是通鉴，明仔载看到这个亚历山大，这是挑故意要来找保罗的麻烦伊是一个制造偶像，然后来害这个信徒。第7个特点就是提摩太后书对圣经的注解上解交逼这个注解就是包括对圣经的这个名称所以咱昨晚看到这集。讲到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因为伫这个时阵无，总是有互咱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是上帝所历史伫教导督责，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拢是有利益重点是第17节，叫上帝人会当得到完全来行达因为好事所以这是圣经互人的价值甲利益所以咱看到这7个特点是虽望只有短短的4章但是煞互咱有真侪的学习甲遮的帮助所以咱搁做一届复习就是第1章保罗对提摩太讲，爱将温书像火点倒起来，然后爱为着福音当受苦，爱靠信心来守条上帝的好道理。然后伫亚细亚的信徒拢去杀保罗，但是俄尼瑟夫一家来敲催保罗。第2章保罗爱提摩太伫基督恩典爱刚强起来，嘛爱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爱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唔通伫无路因的言辞来争辩，就爱躲闪躲避少年人的私欲，就唔通甲人来争辩，爱甲用清气心基督的人做伙来追求上帝国。然后第3章讲到末日的苦难甲人的凶恶，爱闪避因，然后爱继续分对保罗会坚守受苦甲得到救，以及爱继续来持守真理。圣经互人得到救，圣经是对上帝所来，圣经互人得到利益，圣经互人完全，这是教人昨所读到的。当个根据是16节。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所以今日咱继续来看第4章，是伊最后的劝勉，规章最后的劝勉。头前的4章1节到5节，吩咐提摩太就爱专心一意来做传道理的工作。第6节到第8节，保罗宣布
伊家己已经完成上帝即个交托，伊会当安心见主的面啦。特别这段第4章一开始，保罗用被上帝耶稣基督请因两位来做见证人，找因做见证人。一般要找见证人，就是拢讲到这个重大事件啦。然后呢，伊要讲啥物呢？这个见证人包括是伫耶稣基督的国内，耶稣基督的审判，甲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国度来做勉励，来加强。伫今日咱读这段圣经，保罗要互提摩太伊的叮咛，伊的吩咐这个保罗吩咐头一点，就是爱传道理，务要传道，就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得时不得时。这个时机就是得时不得时，就讲伊是毋适合传福音。有时阵传福音足紧的，足好传的，安怎传人就安怎信。但是有时阵传福音就是真歹传，传福音拢互人拒绝。但是不管什么环境中间，就拢爱传。然后通过传福音嘛，爱来教导、劝勉、督责、勉励鼓励。这个境界就是讲嘛，毋是只有讲好消息，嘛爱互因知影无教业的所在，甚至有时阵就爱严格来要求。虽望伫末后时期，咱会听袂落去，会亚甚厌烦，袂当忍受上帝话，因为人的情欲就是耳孔上耳孔毋爱听，反正趁家己的私欲，耳孔上。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因合一听无影者的传说，所以这是人的罪性，想要听这新的道理，过去听过就无爱搁听。然后伫保罗对第6节到第8节最后这3节讲，即马是牺牲家己被焦点，现代台语翻做牺牲家己，这个焦点伫旧约中间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拢是一种献祭，就是将伊要献的祭物，用酒添伫杯，然后将这酒倒伫这祭物的顶悬，然后将这祭物来烧献互上帝用代表安尼，保罗讲伊嘛将伊家己亲像人生亲像安尼叫酒淋落来，然后准备要来互火烧，准备来结束，要来。伊的性命来献互上帝像烧化之安尼，嘛是指保罗伊离开世间伫腓立比书第2章17节，这个字出现2解，腓立比书甲提摩太后书两本拢是加甲的批示，但是腓立比书迄当时咱当看到保罗伊较轻松，伊有心理准备，但是呢，伊知影伊得要出去。但是即届呢，伊嘛有心理准备，因为伊知影伊袂当出去所以即届是讲真的然后呢，第7节迄个美好的征战即马拢翻做美好的竞赛所以美好的仗拢翻成竞赛。着走的路站着走的路亭就是指运动场伊在跑即个马拉松即个遮尔长的路亭就要来甲走完，然后所信。着信的信用我已经坚守已经坚守，表示讲伊对拄开始，咱嘛伫圣经的当看到保罗当时开始信主的伊信主呢，毋是伊一出世就信主伊一出世是做犹太人虽望因有罗马人甲犹太人的混血但是呢，伊是即个出世就是拢伫即个加玛列的门下做即个加玛列的核心。伊信主呢，是伊要去掠基督徒，去即个大马色的路上，拄着一个大根照伊互伊的目睭青面袂看见。最后人来替有基督徒来安那尼亚来替基督，互伊目睭的即个蓝呢，当落落来，然后伊才开始知影明白即个主，就即个主，伊讲主你是水伊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伊才开始来明白耶稣，来信耶稣。所以到伊信主到当伊即个信仰的道理拢来守掉，有公义的法官指即个义就是指义人，就是因为信，互上帝看做亲做义，甲上帝有正确关系的人会得到关系的人会得到即个法官甲免留。所以保罗赢着即个报赏，毋是伊较赢别人，比别人走较紧，
是伊当走完伊家己上帝互伊爱走的路程，所以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是伊家己啊。好，这个电影是1981年的《烈火战车》，哈，讲到两个主角，一个叫做Harold Abrahams， 哈，就是这个犹太人，哈，伊呢破一个纪录，哈，伊来到剑桥大学，伫迄个大中广场，迄针呢点一声到下底迄声呢点呢超1分钟，好，伊讲伫700年来，无一个人会当伫1分钟以内，将这个大中广场安尼走一轮，一分钟以内走了，伊是700年来头一个破这个纪录的人，伊来参加这个奥运的比赛，1924年的奥运比赛。另外一个是苏格兰的运动员，叫做 Eric 利德尔。这个人呢，伊出世伫中国，因为伊老爸是去中国的宣教师啊。迄阵中国嘛是中华民国还未沦陷的，所以伊想要摕这个奥运的金牌来应跟上帝。两个世界上走上紧的人，伫无共款的原因，参加同一场1924年的这个巴黎奥运啊，拄啊到今年满100年。一个是为着各地的民族国家来走，因为伊无想要犹太人互人看轻歧视，所以伊爱走互犹太人有根源。一个是为着上帝来走。这个电影呢，左边这就是利德尔，右边这就是哈罗，这个犹太人。伫这个电影中间，会当看到伊所营造的真侪互人这个电影上戏剧性的就是伫这个奥运中间要比赛决赛迄天大会安排迄个100公尺的这个赛跑的时间呢是伫礼拜日，但是呢利德尔因为礼拜日拢爱去做礼拜，所以伊拒绝出席。今日要找到这种的人已经足少，真少啊！礼拜日大家拢真容易，就是遮无闲遮无闲，嘛会当线上参加。但是呢，伊无爱参加，伊就代表讲伊放弃，因为伊准备几啊年。自年轻少年安尼训练，准备到当，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伊要来做礼拜，所以伊放弃这个比赛，放弃就代表讲安尼，就再见拜拜，西用咱啦。但是伊的队友呢，煞将另外一个，毋是伫礼拜日比赛，是400公尺的比赛，让互伊参加。这个400公尺并毋是这个利德尔，伊的专长伊嘛无做这种的准备啊。但是呢，当伊知影讲伊无爱参加这个礼拜日，伊要参加另外一个400公尺，伊才开始用上帝的时间来训练，来追求，要安怎用这个金牌继续追求，用金牌来应跟上帝啊。所以伊伫这个短短时间，竟然伫这个400公尺的比赛中间，摕到金牌，然后佫破世界纪录破世界纪录。所以这嘛，互人一个想象，就讲伊若去参加迄个100公尺的比赛，凡是迄个100公尺的比赛金牌，嘛有可能伊会摕去啊。这个利德尔呢，伊摕到这个金牌，伊共款足出名，甚至伊安尼拒绝出赛。无一个运动员亲像伊安尼啊，但是呢，伊竟然伫即个出名了后呢，伊放弃伫伊故乡苏格兰的好的生活，等到伊出世的所在中国的天津，去遐创啥物呢？继续去遐传福音啊！所以这就是看到伊尾仔伫中国的相片啊，像安尼中国人的衫伫即个中国的农村的所在伫遮来做福音的工作。这看起来真缘投，亲像电影的名星一样啊。这个总是伊转去到中国，中国开始的局势愈来愈歹这个民国26年的这个卢沟桥事变，中国甲日本开始相战连续拍几啊年嘛是第2次世界大战嘛开始伫中国嘛是密密麻麻伫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特别结束进行6个月，就是民国34年的2月，利德尔呢伊去日本军兵掠去，然后破病死伫这个战俘营死伫这个伫这个囚犯的最这个囚犯中间像保罗共款伫这个俘虏这个去关监，迄当时才45岁只有45岁。如果伊会当挡过这6个月凡是第2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伊嘛会当继续搁为主来做工哦。但是呢，我相信伊的选择伊家己所行人生的路站也是伊出自伊对上帝信用，这个所信的道理伊的信用伊已经坚守啊。伊也用安尼短短的性命来应跟上帝也帮助侪人，总是伫中国遮农村啊，真侪人毋知讲即个人是赫赫有名的世界奥运的金牌啊，竟然来遮做宣教师来甲阮帮助。今日即段圣经节，保罗伊通过上帝甲耶稣做见证人，然后用上帝的国，伊的国权柄甲因根来劝勉即个提摩太。然后呢，才讲到上帝甲耶稣嘛，讲到论到你，搁有第六节论到我，所以这段见证的是你，我讲真的，你就爱安怎，我嘛是讲真的，我就要安怎，所以保罗这段的话呢，就是重点就爱传福音，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所以这个利德尔呢，伊嘛是用这个奥运金牌，时机无适合，袂当无方便出席，但是伊嘛来安尼来传福音，甚至呢继续来走于人生的路站来劝勉读者，总因为时要到，人呢拢无爱听完全的道理，健全的教育就是指旧约圣经，就是3章16、17讲的，这个圣经呢，大家拢听袂落去。咱现主时嘛是安尼，要看圣经、读圣经，会野先野咱，特别新约就看袂完，要安怎来看旧约？是出于人的罪性。总是呢，提摩太无论什么情况，就爱谨慎，爱帮助人做传教者应该做的工作，就是爱 preach， 爱将上帝的爱传扬出去，忠心尽职。论到我第6节6、7、8，我牺牲亲像这个祭物，要献给上帝时间到啊，即马就是这个不管是征战还是竞赛，还是这个守条的道理，我已经拢完成，就是过去完成式。保罗已经传好伫遐咧等啦，伊毋是我还袂倒位还袂做了，我搁有倒位还袂去传，我搁有倒位还袂去拼的。我要紧来去拼，无保罗讲伊拢传好势，伫遐咧等候啊。对大伊也有公义的法官咧等待我，所以保罗咧等待耶稣，耶稣的法官也咧等待保罗，当时呢，就是来见耶稣的面的时候。但是这个法官毋是讲保罗一个断开，一个别世离开世间，迄个法官就伫个头壳，毋是，是伫用公义行审判的主基督过来入，所以只有一个时间点，保罗写得足清楚。迄个法官毋是伊死以后就摕到，是伫耶稣来迄日才摕到。所以耶稣，咱对圣经对古早到现主是知影耶稣还袂登到伫即个世间，所以即个法官搁伫上帝遐咧等待咱啊。所以咱也有时间，咱也有机会，咱也会当把握。爱欣赏耶稣，爱慕他显现，就是爱来陪伴耶稣的过来，咱就要继续像保罗、像提摩太，就爱来拼，爱征战这个好的征战。所以有3个重点：爱传福音，爱忍受苦难，爱向这个公义的法官来跑走。传福音代表无论时机如何，就爱传。人虽梦的野心，但是犹原就爱找到方法来传。爱忍受苦难，做传福音的工作；爱忍受苦难，伫家己的积分的中间，这个所传的道理、听道理的人，就爱来帮助伊，就爱来得到公义的免流，因为咱爱牺牲才会当得到，咱爱冤甘才会当得到，咱爱等到耶稣过来才会当来得到。今日的经句第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着守的信用我已经坚守。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愿上帝帮助咱，
互咱继续伫咱会当伫上帝甲耶稣的面前做见证人，用咱的一生来得到这个天顶永远公义的免流，甲这个永远的活命。咱做伙来祈祷，咱特别嘛为这个美月节的爸爸受主紧调蒙主恩召，嘛为伊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今日早起时，阮所读的这段话，毋是只有保罗和提摩太，也是上帝要互所有基督徒爱来永远会记会牢的一句真要紧的道理。这个道理是阮每一个人的人生，亲像一个征战，也亲像一个比赛。阮的信仰的道理是爱持守坚持到落尾。特别，阮也为着伫即个信仰的路程中间起起伏伏有时阵热心，有时阵冷淡退后的兄弟来祈祷求上帝也帮助伊，互因伫人生退后时阵，有缘有上帝神甲因做伙，嘛有上帝你所差派的传教者就是讲道理的人，讲圣经的兄弟，会当来分享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厝内，带互厝边，带到社区，带互更较侪的人，会当来明白上帝你的真理、健全的教义。特别伫阮拄着软弱的时，阮拄着躁动的时，拄着歹时机的时，阮拢有智慧，知影安怎样来分享即个上帝的真理。我也特别为着美国这爸爸伫白河的所在受主你的紧调，也已经来刷伊伫世间的路苦。也愿上帝看过美国这妈妈伊的兄弟姊妹的全家，拢会当有得到主你的扶持甲安慰，也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继续即个信心，阮所征战即个好的征战，等耶稣过来迄日，阮会当得到公义的花冠甲免流，会当进入上帝你荣耀的国度中间，会当伫上帝你用权柄审判的时，拢会当安然来经过，也会当进入到迄个天顶的圣城耶路撒冷。主也愿你祝福阮今日主日的敬拜，甲阮今日一切的道合拢有上帝你的同在，也看过阮全家的人，拢会当有得到上帝你的扶持甲看过，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多谢咱的同感，大家平安。平安，拜拜。谢谢，拜拜。好，谢谢。谢谢牧师，拜拜。拜拜，多谢。